台南除了往来山野产量全国第一，其实柳丁的财政面积1761公顷，嘛是全国第一。而当天一到，正是柳丁大出的季节，市府为了让全国民众都有机会啉到台南柳丁现切、现抢、现泡的好滋味，让叫特别加饮料连锁店合作，扩大到全国300多间门市。市长黄伟哲嘛到场代言，并担任一天的店长，亲自制作柳丁饮料，呼吁民众支持在地农业，也有机会抽台南购物节的大奖。一杯了哈，大约是要到3到5粒的一个柳丁哈。刚刚跟大家介绍到哈，我们麻古呢，这是真材实料的这个鲜果的一个饮品哈，都是采用了我们台南的一个水果，所以呢，每一杯的一个饮料像是以我们的柳橙系列饮品来说，要20次哈，20次哈，有没有数啊？已经20了吧？OK， 好喝吗？好喝，一级棒的台南柳丁现榨的新鲜，透过鲜果，透过这个果汁，还有透过茶饮是最好的方式，能够让优质的农产品让大家知道。那优质的农产品，你讲给他客气，一定都要你杯马不好，所以要让我们最大最好的品牌这个麻古茶坊，全国有300多家门市，都能够了解，让大家知道说，顾客吃，喝起来那家喝啉这场啊，这个台南的柳丁的栽，所以我想用这样的通路。强势的通路，优质的产品能做最好的结合，所以呢，欢迎大家来到麻古茶坊，欢迎大家来品尝最优质的台南柳丁，欢迎大家来喜欢台南的农特产品。身为台湾本土茶饮业的一份子啊，麻古茶坊创办人简秀娟女士一直坚持取之于社会、回馈于社会这样子饮水思源的一个心情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原物料的采用上呢，我们绝对优先采用台湾农民的契作鲜果啊。那在销售上呢，我们坚持每一杯是现点、现切、现榨、现冲，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，能够把麻古茶坊对于台湾本土的热爱、对农民的支持呢，表现在我们一杯杯的饮品当中。台南购物节甲台南柳丁季联名活动，第一批业者订购已经超过200栋，对着稳定产地绩效真大帮助。民众对11月26到明年2、2、8，只要到门市购买任何一种柳丁的地饮，一张发票就有一个抽奖的机会。欢迎到台南购物节的网站登记。台南新闻，阮是林银光采访报道。